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多元比序体适能的成绩占到10%，议员詹培雅接到侪家长来反映，除了体适能的比占了上过悬，而且家长为着要好成绩，甚至带学生囡仔到外县市来考试。对此，议员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来提出着探讨，希望教育局唔通以着年纪作为唯一的标准，应该考量着小朋友的身悬甲体重。在免试入学多元比序当中，台南市体适能占10%，也就是伫咧4项的测试，必须要2项摕到金牌才有10分。而且适用的标准拢是以年纪为主。不过，议员詹培雅就认为，平平15岁，不过身材甲体格无共，体适能的标准绝对无共。加上家长为了好成绩，甚至将囡仔送到外县市测试，希望教育局对体适能的标准会用重新研究。局长，我迄个嘛给请教过，不是我们检测站不够，是家长求万子成龙，万里成龙。伊希望伊的囡仔伫体适能的方面，伊的分数会当摕到金牌，就是满分。所以伊甲安尼到处课，无头苍蝇。我针这个针对这问题的时阵，我这看到的我们这个我们4个项目的检测项目，我有看到我们都是用年纪来做标准。好像没有到考虑到孩子的身高跟体重。对此，教育局长陈修平回应，因为体适能的标准是全国同款，无可能外县市的测试就较放松。而且目前以全市测试点是有够的，希望家长免行远路。加上多元比序有60分，上悬的计分嘛只采50分，呼吁家长不一定逐项拢要求囡仔爱摕到满分。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近年来，中央积极推动着电竞产业。议员林美燕上午透过自由发言，要求相关的局处爱加紧脚步。一方面要求市府爱培育人才，另外也建议市府开设着国际级的电竞馆，将台南来变作成为培训相关产业的人才基地。议员林美燕表示，电竞产业是未来上行的产业之一，一年的产值高达上亿以上。加上咱市工业区有真侪主机板厂商，落单拢是甲电竞周边的产业有关系。对此，议员林美燕也询问市府各相关局处，面对电竞产业的发展，要求市府一定要跨部会协调合作，不管伫咧劳工这份的课程，或者教育预算的投入，甲产业辅导拢要加紧脚步。它代表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动能呐，全球我们针对这电竞产业的产值啊，一年大概有1000亿的美金，产值有1000亿的美金，所以一是这大饼，而且这块大饼是越做越大，未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很多国家都已经把它纳为什么电子竞技，它希望能够证明或者职业化。很多国家都朝这方面，因为是这么多一些产值嘛，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就是职训的里面，你多开一些类似像这种电技的，就是人才的训练呐。我们建议你，如果能够在南区跟安平区设立一个电竞产业的园区。另外，议员也指出，在去年6都的电竞争霸战当中，因为咱市参加队伍是6都上佳。议员一方面要求市府应该尽速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另外嘛希望开设国际级的电竞馆，将咱市成为培训相关产业的人才基地。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的房屋税一起就是分3档，而且佫回算到民国90年。对此，议员蔡玉辉、李中琴、蔡淑慧甲洪玉峰上午透过自由发言的联合质询，就房屋税的计算公式甲市府来做探讨。其中针对着折旧率的部分，议员认为相当的无合理。针对房屋税调起，议员蔡淑慧甲洪玉峰上午分别提出房屋税的计算公式，
甲市府做探讨。议员认为，每3档开一间的评议委员会，为何进前开会拢决定无要调起，而且嘛有会议记录，但到了1805年调起，却要回溯到民国90年，而且是一届起甲到。加上咱市折旧率却只有1%，但参与的价值却高达40%，认为相当无合理。我不知道我们财税局对于房屋税的这样的一个涨价，你们有没有去做过房屋所在的村里商业交通的情形？你们有没有去评估过房屋的供需情形？还有一个整个的房屋税的涨价，是不是有去扣抵掉我们的地价税的涨幅的部分？我们折旧越低，产值越高，课税越高。你去网络看卖啊，看中介，伊拢甲你写老屋买地送屋，买地送屋，因为厝伊都要算计小啊，伊敢若算地钱尔。但是伫咱的政府内底，你是安那抑阁继续要甲阮扣迄个残余的40%？哦，等于1000万的厝。较早1000万买，到我60年后，你还阁甲阮讲400万要甲阮扣税，70年后你还阁继续一直甲阮扣去，用400万要扣，安尼才有合理。对此，市府财税局长张孝元表示，根据财政部1806年3月公告，已经有做调整，预计咱市伫个1808年评议委员会也会对咧调整，残余价值会对40%降为29.8%。而折旧率也会调甲新北同款1.22%。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争取国民党提名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松9号伫咧议员王家珍以及许志春的陪同之下，伫咧议会召开记者会，表示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的经济无看到发展，而且两岸的关系愈来愈歹。造成大陆的民众无爱来观光，济靠观光来食饭的业者真歹过生活。伊承诺，伊若是当选市长，会优先建立着台南经贸自治，顾好台南的经济发展。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松9号伫咧议会召开记者会指出，民进党执政以后，违法堆杀国民党产、到年金改革、一例一修法案以及重启核能发电等等的争议，在显示着民进党执政的哑巴甲无能。伊来表示，若是当选的市长，一定会以人民的福利为优先，台南经济发展放第一，并且甲国际交流，建构台南的经贸自治，让市民会当过着好生活。很多大陆的朋友都跟我讲，他们很希望来台南，但是因为台南以前是台湾独立工作者的一个执政的所在地，所以他们被规范不能够来。所以呢，很多的百姓因为个人意识的一个形态而遭殃了，而生意不好了。所以秀双第一个主张活络两岸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我们会来活化我们的安平港成为我们的国际港，让我们的台南机场能够国际的客机跟货机都能够更多。先前我们华航的董事长，前任董事长魏信雄是我们台南大学的杰出校友，他就常常跟我提到，假设我来当市长，他有能力来让我们的台南机场能够比现在的班机多10倍。秀双当市长，我们台南能够建构为经贸的一个自治，让我们的经济更加的活络，让我们的人民能够过更好的日子。记者会现场也邀请了几位台商代表以及小吃业者现身说法，表示着民进党执政以后生意有够歹做，呼吁大家要支持黄秀松来选台南市长。你让陆客来就来这边做一件事情。可能看综合媒体不好意思哈，就撒一泡尿就离开台南了，就他们来根本没有在这边购业，那你没有在这边购业的话，怎么去进行消费呢？啊，不过即摆生理吼，差不多70%无去啊，剩30分。哦，我即摆吼生理歹啊，尽量若黄秀双市长会当来做，哦，会当甲阮青军心吼安尼。建设一个美丽的乡村嘛，足好个啦。
黄秀松强调，国际有真侪城市拢会进步，台南若是要徛上国际舞台，需要行出家己的路。伊表示，若当选的市长会全力拼经济、重教育、爱建设、顾福利，让台南成为会当快乐生活的好所在。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07年的护理系加冠典礼上午举行，这是该校护理系一年一度的盛事，嘛是学生进入临床实习进程的重要仪式。校方希望借由着庄严的加冠仪式，让学生会当了解到家己应该爱遵守的护理师精神，以及学习看待病人，敢若是看待家己的亲人，感同身受的医疗态度。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护理系一年一度的盛事，就是加冠典礼，由老师带领学生一位一位来走上舞台，接受老师点点滴滴的教导，同时也戴上象征护理师尊严甲精神的护士帽。学生拢抱着期待又搁庄严的心情来接受这个加冠的动作。校方也表示，这就是这寡护理系学生成为真正专业护理人员的第一步。全国的护理的学生，他们办一些比赛，我们得到全国护理英文实务竞赛全国第1名。我们拿到临床竞赛的全国第1名。我们拿到护理沟通内外科比赛全国第1名，我们鼓掌一下。恭喜这些都是我们的学长学姐他们拿到的成绩那我们要持续再努力各位今天加冠，什么叫冠呢？何谓冠？其实冠就是有冠冕的意思什么人会得到冠冕？一般我们看就是世界选美大赛冠军，他就加冠然后或者是有人国王登基加冠这个多伟大的事情所以你们今天加冠，这个冠代表要对疾病、对这些细菌来宣战你们要当守护者。小小蜡烛传出温暖的光线，接下来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传光仪式，因为希望护理人员这份温暖的服务精神，会当对老师传给学生，并一个一个传落去。所以，这个传光仪式代表着重大意义。今年接受加冠的学生总共291个人，因也宣誓要好好来遵守着护理师的守则，为每一位病人的健康来打拼。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伫咧5月份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间，首创云端取号的服务。民众只要伫咧厝内面上网络抽号码，唔免到现场排队来等叫号，会当大大节省着等待时间。综合所得税伫咧5月份开始申报，开征的第一天，国税局台南分局就客满了6000多人要来申报。为着要节省民众的时间，
国税局台南分局推出云端取号的服务，让民众伫咧厝内面地当上网络取得号码，查看现场叫号的状况，来节省着民众伫咧现场等待时间。台南市分局伫今年呢，特别要来方便大家乡亲的有用一个云端取号的这个功能的服务吼，伫我的网站上，为这个国税局所谓入有一个网站上有一个云端取号的功能，大家会当到这个云端取号内底出门的时阵就来抽一个号码，会当看到现场的叫号的进度，等到进度你要到时，再来阮现场来挂号来接受服务安尼，会当节省足侪时间啦吼。这是伫遮要提醒咱各位乡亲，今年吼，阮台南市分局特别贴心来推出云端叫号系统，到厝就当抽号码，唔通来到现场等，到厝就等，会当抽好了，会当到厝来做家事，会当去买菜吼，会当去做处理，手机就连上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那个办理进度吼，不需要到现场来这么苦等哈。为着要让这项便民又搁创新的服务，互更侪人知影，台南分局也伫咧 YouTube 顶面推出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云端取号操作教学，要来提供予民众学习。市民若有任何疑问，嘛当敲着免费的电话080000000321来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留学德国的音乐家卢易之，回来到台湾以后，就积极投入钢琴音乐的推广。伫今年2018年的台湾巡回场，伊分别要伫咧台北甲台南做精彩的独奏演出。这届伊独奏会主题是诙谐曲，美妙音乐声，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留学德国的台湾音乐家卢易之，展现出深厚的弹奏功力，将带有浪漫甲戏剧性质的诙谐曲完美来传达出来。更加特别的是，这首曲调是改编自台湾民谣《桃花过渡》，因为卢易之想要弹出有台湾本土风味的诙谐曲。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我在一个学生的音乐会里面弹琴，然后弹完以后，有现场的观众问我说：“哎，你们外国人为什么来演奏我们的作品，而不是演奏你们的作品？”在那个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哎，其实台湾人演奏台湾作品，像是几乎是一个特权一样，因为我们有着血统的优势，就像我们去日本要看日本人跳歌舞伎，或者我们去澳洲要看毛利人跳他们的原住民传统舞蹈一样。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发想，我就开始深入的从事台湾民谣改编。那上半场的部分诙谐曲，主要是因为诙谐曲它算是一个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曲种哦。从比较早期的它算一个套曲里面的小小的作品，到后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大型可以独当一面的作品，我觉得这当中有非常多的优美的变化，以及令人赞叹的手法，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听完这场音乐会以后，一定会发现，其实诙谐曲不只是好笑而已，它有更多的层面啊，包括幽默，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恶毒的玩笑，有的时候则是一些巧思在音乐里面。这场绝对袂当错过的钢琴音乐响演。邀请民众伫咧5月30号来到文化中心买票来欣赏，总共8首美妙音乐，亲身来体验到诙谐曲的迷人吸引力。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的音乐文化。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到好听的客语流行歌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晴。哇，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又好热闹，好特别，好有气氛哦。哈哈，是呀。今本嘅好好自家天使学院，你爱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改编嘅流行歌曲哦。客家改编流行歌曲，好像在早期5、60年代，台湾很多歌曲都是改编的比较多哎。错啊，收听你嘅单元节目啊，就做在观赏到多客家相关的音乐文化哦。今天小邓老师要介绍哪一首客家改编流行歌曲呢？昨天呢，我先来感谢你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啊，委托你台南地方的松之城有线电视台来直播好好自家天使学院嘅单元节目，播爱老小青。2、3呢，每礼拜3有机会坐到了老大家介绍客家多年嘅文化。我贴破二老大家讲哦，你介绍过嘅所有嘅歌曲啊，因为经费老版权嘅关系吼。全部嘅歌曲全部都係我唱的哦！哇，小邓老师今天没有特别提出来，我一直在想说，老师介绍过的歌，无论是传统的老山歌啊、小调歌曲，都好好听哦。原来都是老师你自己唱的哦！哇，我真有耳福，观众朋友也好有耳福哦。什么哦？按样讲啊，我唱我拍摄哦。今日我嚟老大家介绍客家改编嘅流行歌曲。一路以來啊，你客家音樂呢，係當豐富嘅，幾番唱你客家山歌啦、客家嘅小調、客家嘅童謠，還有客家流行歌曲等等啊，都係客家人日常生活食飽打嘴鼓最大嘅娛樂。哦，打嘴鼓，嘛該係打嘴鼓。小青正經當認真當親自己麼？打嘴鼓啊，就係聊天嘅意思啦。哦，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好，老師請繼續。家下我講到客家嘅山歌、客家嘅小調、客家嘅童謠，還有客家嘅流行歌曲等等呢，都係你客家人日常生活食飽打嘴鼓最大最享受嘅娛樂。唔過當時間呢。主流媒體電視根本冇法度看到嘅客家嘅節目，全部都係話個垃圾啊，也就係你收音機嘅放送，還有冇片啊、沒有時間表演流傳下來嘅。所以在那個時候呢，一直被流傳下來，都算是經典咯。冇錯哦，幾時間流傳到呢下，就算係。呢下我就夾夾來介紹呢首由日本歌曲改編。圖面上先生來填詞，按到17田莊這個歌詞就係愛就係17、18田莊人間叫江風吹來風雪水，每人變車浪入來彈下草，自拋嘅打來變林幫浪，似把嘅暗光裝。親家車尾爭來了，還記得牙爸牙妹說講過，細妹人家人愛嘈口，上家愛板凳，下家愛剪凳，講口嘅師傅一路講笑，你也就唔好笑，最早都要莫開口。17、18天中人間，叫江風吹來風雪水，每人變車浪入來彈下草，只怕會帶來乒乒乓乓七百暗光中。在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7度至30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
感谢你收看到5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